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流關王頻道。今日我要講由我創作嘅細思極恐漫畫《世界末日》。呢個漫畫背後收埋咗好多好恐怖嘅細節，請大家仔細觀察，有需要可以暫停影片查看，並且推敲出背後嘅真相。呢一集已經係呢個系列嘅第3集啦。如果你鍾意呢個系列嘅話呢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留言、讚好、訂閱，十分感謝。事不宜遲，我哋開始解說呢一篇漫畫。首先，第一幅圖有一個中年嘅上班族正在睇住一本書，上面嘅文字話3個月之後呢，就係世界末日。咁嗰一名男子呢，睇完本書之後呢，就諗翻起佢喺公司受過嘅屈辱啦。時間跳到咗末日前嘅3日，男主為咗令到自己最後嘅3日過得有意義，所以呢，就索性將份工辭去咗。男主喺床上邊耐心等待末日嘅到來，並且回憶起佢10年以來喺公司嘅悲慘生活。經過一個過場畫面，主角醒嚟之後就見到窗外邊馬路已經全部浸水啦。睇嚟世界末日嘅海嘯真係來臨咗，呢篇漫畫就結束啦。而家觀眾可以回看返之前嘅畫面，找出當中嘅異常並推理出真相。接下嚟就等我解說一下呢篇漫畫隱藏喺背後嘅恐怖真相。首先由第一幅圖入邊可以見到，主角收工返到屋企嗰陣已經係凌晨1點鐘，呢個表示主角 OT 加班嘅時間係十分之嚴重，唔知道係佢自己能力不足定係老闆脅迫佢所導致嘅 OT。恐怖嘅係第2幅圖。如果仔細啲睇同事之間嘅對話嘅話，係可以發現佢哋一路都喺度職場欺凌緊男主，例如將原本自己應該負責嘅工作塞俾男主做。如果男主做錯咗嘅話呢，就會將一切嘅責任都推晒俾佢。主角由於自己老好人嘅性格，所以自己被職場欺凌10年都冇諗過要反抗。隨住時間嘅推移，主角已經踏入咗中年嘅階段，工作能力亦都衰退。佢除咗要面對裁員嘅壓力，亦都要忍受同事之間嘅議論。終於，男主揾到咗一個報復同事嘅契機，就係書中所提及嘅世界末日。佢落毒喺飲水機入邊，於是所有員工飲咗男主嘅加料水之後就隨即身亡。而男主亦都喺上司間房入邊揾到咗佢嘅解雇神。男主知道，即使佢做咗犯罪，隨住世界末日嘅到來，佢都不需要負上法律嘅責任。佢一邊諗住10年期間喺公司所受到嘅屈辱，一邊痛哭流涕。但係佢冇諗到，佢所睇到提及世界末日嘅書，其實只係有人冒認嗰個作家嘅名所發表嘅假資訊，而窗外所謂世界末日水浸嘅情景，只不過係電視上邊嘅影像，而外面警察敲門嘅聲音已經表示住男主嘅計謀已經完全失敗。以上就係呢篇漫畫嘅真相。呢個故事教導我哋唔好欺凌別人，否則你會死得好慘。再講多次，如果你鍾意呢個系列嘅話，記得 CLS、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、留言讚好、訂閱，十分感謝。我哋下集再見。